落住口供 ，WhatsApp 剖白殺人報告。佢行每一步都好似有部署過咁，由殺父母到公開尋親，甚至公開真相，都好似係佢嘅控制之內。前晚佢喺灣仔警署總部協助調查，就用 WhatsApp 同啲打機嘅朋友講出真相。佢先喺個 group 入面話自己嘅父母唔係失蹤，而係一單同佢有分嘅謀殺案，仲話喺2個禮拜之前已經殺咗佢哋，甚至連聽咗半年，預定咗係失蹤案，隨時都有同啲基友剖白啊，話自己好專業咁去冚啲屍臭，如果差人揾唔到條屍，隨時都要過多半年啊，所以就要出嚟制止。當朋友問佢點解要咁做，佢就話佢係精神病患者，因為童年同埋青春期嘅經歷令到佢唔想父母喺度，更加預定咗自己會終身監禁啊！講低晒自己嘅名，叫啲朋友去探佢。不過收到啲 WhatsApp 嘅朋友就話覺得好心寒，完全 feel 唔到佢內疚，好似講緊一個好普通嘅故事一樣啊！